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邦桥的府中上宽，伫深夜将近1点发生着起爆，地点伫2楼，一间叫做定食八的这个连锁餐厅，放一个正食力，甲规层楼是放甲烂。外墙的残骸碎片是喷20米远，有6个人受伤。附近的店家讲，第一时间的爆炸声真大声，规栋楼拢咧震动。 阁有住户伫厝内底咧困，窗仔门崩破，下头互玻璃来喷着。讲这个爆炸发生的同时，餐厅并无营业，嘛无员工伫咧内底，到底是啥物原因会来爆炸？爱阁继续调查。监视器翕到起爆当时，大楼外墙的物件四界喷，有人受伤，有人逃过一劫。随月头来确定受伤人的状况，附近的民众嘛赶紧挖过来斗相共。 涂骹有够乱，玻璃碎，餐厅的招牌落甲满四间。警消救护人员真无用，要将这受伤人送去病院。对，慢慢走下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的受伤人数要增加到再加1对，再加1送亚东。代志发生伫新北邦桥府中上宽，昨半暝饭店熊起爆，附近业者想到要会惊，佫当作是地动。 第18栋2楼哦，2楼第18。所以就无预警这样爆。对啊，很大声，然后我整栋都在震动。据我的了解的话，这个时间2楼应该是没有在营业，研判应该是气爆了。一个意外总共造成1男4女轻伤送去病院，大部分是过路人，也有员工下班的时被伤到。到早起8点外为止，已经拢出院。要一个女性的住户头壳受伤，因不伊无爱去病院。 他睡在床上，玻璃破掉，他没有窗帘的，啪，就喷过来，喷到床上。那个我们有警察会封锁现场，不会让你们的财物有受到损失的，好不好？同一栋大楼的7楼，也有5个住户拢平安疏散。加在起爆当时是半暝，餐厅无做生意，员工嘛无伫店内，若无才会后果恐惊不堪设想。到底是安怎会发生起爆？相关的单位也要伫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